普京刚刚宣布逮捕俄罗斯国家安全局情报处处长及他的副手。此次针对情报部门的清洗很可能导致150多人被捕。逮捕他们的理由并不是因为情报问题，而是因为贪污。为什么贪污能让普京如此愤怒呢？下令逮捕整个第五处呢？每年普京都会给第五处巨款，让他们去贿赂乌克兰的高级军官。等以后打起来不会抵抗，甚至会望风而降。普京本身就出自情报部门，他自然是相信自家情报部门的。于是，在普京准备出兵乌克兰的时候，采用了一个极为反常的战略。这个战略就是用空降兵空降到乌克兰大城市的机场，在控制机场后，运输机再空运过去大部队，迅速占领基辅等大城市，让乌克兰士兵丧失抵抗信心，就像美国攻打伊拉克一样，就像2014年的克里米亚一样。这个战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，就是对手抵抗能力非常弱，甚至望风而降。一切事件都表明了，普京低估了乌克兰的抵抗信心。普京就开始了对这件事情调查，调查的结果几乎是电影级别的。第五处那帮人将数十亿的美元自己分了，分完后他们伪造了一份名单交给普京，说这些人都已收到钱，这才导致了对乌作战战略上的重大误判。那么第五处这些人怎么就这么大胆子呢？他们就不怕露馅吗？其实他们真不怕，因为情报工作保密度极高，因为他们都是单线联系，只有第五处的人才能够接触到乌克兰的高官，其他人级别再高也不行。他们没想到普京真的敢出兵乌克兰，如果俄乌不开战，这件事情永远不会被普京发现。当普京决定出兵乌克兰后，一切都改变了，因为一旦开打，最惊慌的就是第五处这几位负责人。普京就会发现这份名单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，万般无奈下，他们只好用了最坏一招，把俄罗斯要进攻乌克兰的消息泄露给了美国，这才有了美国提前知道俄罗斯要进攻乌克兰的事情。